伤他爱他的眼。李焕，朕命了你，现在就给朕醒过来，醒过来！不然朕就杀了你，朕诛你九族，把你剁成998一块去喂狗！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你必须给朕醒过来！ 告诉朕为什么？你骗就骗吧，装就装吧，这回你可真来真的了啊！你要死也给朕死得远一点，别让朕看见你啊！我知道，你就是看朕好欺负，对吧？你觉得朕拿你没办法是不是？ 龙小弟，你刚才给我喝了什么呀？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毒药了。毒药不是甜的吗？喝的这个不光苦，还很涩。要是毒药的话，还有没有啊？再给我多喝点吧。我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，好难受啊！朕就是要你难受，和朕一样。 当初发誓说好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不是说你不想再见到我了吗？朕才没有要见你，是你自己厚着脸硬闯进来，逼朕见你。大师兄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托叶赫大人的福，死不了。这是新熬的伤药，你连续服上个几日，内伤旧伤应该也就无大碍了。叶赫大人何必破费呢？我一个死囚，喝这么好的伤药，岂不浪费？大师兄，你别恨我，我是没得选。如果我有得选，我宁愿做一个普通人。
你现在说这些，还有意义吗？是没有意义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。你现在痛苦，是因为小师妹已经不爱你了，可你还可以爱她，而我连爱她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也没有资格去爱她。你怎么会没有资格爱她？易欢现在怎么样了？她还好吗？她答应皇上，要回去劝降你和师傅们。皇上放她回去了。想不到，她为了康熙，居然做到这个份儿上了。义父和师傅们不可能投降大清，我更不可能。是啊，要我说，欢妹还是太单纯，太幼稚了。她回去发现你失踪了，就回来和皇上要人，皇上不肯见她，她强行闯宫，结果诱发了头痛的隐疾。那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皇上抱她回永乐斋，并召集了所有的太医，为她诊治。大师兄，其实皇上很爱小师妹，如果没有了你的存在，想来小师妹也一定会过得很幸福。我明白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。叶师弟，易欢在这宫里无亲无故的，又是那样一个性子，就算有康熙的宠爱，也会危机四伏。我死了以后，还望你对易欢多多照顾。你放心吧，你我虽然身份不同，立场各异，可对小师妹的心都是一样的。我宁可牺牲自己，也一定会保她周全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还愿意认你这个师弟。你回去之后，是否有履行对朕的承诺，劝降李定国等人？当然。骗子！那晚我跟你回宫以后，你是否履行了对我的承诺，放得住哥哥？当然。骗子！所以，你才会找借口跟我翻脸是吗？朕要和你翻脸，还需要找借口吗？你本就是反党，既然无心归降，那你就是朕的敌人。既然你要自投罗网，那就永远不许离开。从今以后，你只能待在永乐斋，哪儿也不许去，除了朕，谁也不许见。那你不如把我的双腿砍掉，顺便在那链子把我给锁上，不就行了吗？朕不会再听你的话了。你说的对，朕不再是你的龙小弟，你也不再是朕的老大。朕不会砍了你的双腿，也不会用链子把你锁起来。朕有自己的主意。来人！奴才在。传旨，把整个永乐斋的门窗都用铁栅栏封起来。这。从今以后，在这个永乐斋，朕会每天给你送各式各样的好吃的，各式各样的华服。你想要什么，朕
都会给你，除了自由。